一位林大輝議員。多謝主席。主席，我知道咧有唔少政界嘅人士咧都形容自由黨咧係建制派嘅邊緣派。咁啊，今次田主席咧突然出手提出呢個中止討論，截咗民主派嘅胡志偉嘅胡咧。咁如果真係成功咧，我相信係暫時可以幫到政府解咗呢個困局嘅。咁啊，老實講，要政府欠自由黨嘅人情係好過欠民主派嘅人情嘅。咁所以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咧，真係政治智慧就係高超嘅咁啊。咁啊，其實另一方面咧，而家呢個局搞到而家咁樣咧，其實政府咧，如果識得知難而暫時退，再去做搞共識、搞溝通，做好應該做嘅工作，呢個係正話劉皇發同我講㗎。咁應該咧再拎上嚟咧，咁其實咧就通過機會就容易高啲。咁但係老實講，呢個時候叫佢自動撤咗去咧，始終係面子同威信嘅問題。情何以堪啊，難以落台。所以今日田北俊咧就，如果呢招成功係幫到政府嘅，有分家，我相信你就。咁但事實上，如果中止辯論真係成功咧，亦都真係可以咧，即係解除咗呢個拉布浩劫。因為呢個長毛咧，永遠都係搞埋呢啲破壞嘅嘢嘅。咁今次如果可以終止咗呢個討論咧，喺我哋放假之前呢個浩劫就可以避咗嘅。咁事實上呢個已經係有一個環保嘅問題，而演變成一個社會同埋政治嘅問題。老實講，社會問題、政治問題，如果政府處理得唔好咧，係一發不可收拾嘅，燒上身嘅，即係根本就係政府同埋社會都隨時唔能夠承擔嘅。咁其實事件睇到啦，即係已經有市民因為呢件事係去絕食，即係以死相間，以身體去相間。即係老實講，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即係唔係個個好似阿慢必咁好運噶嘛？即係暈咗之後唔死得噶嘛？咁如果一時即係擦槍走火傷咗身體嘅，政府作為一個人性政府，又點可以處理到咧？所以我覺得今次田北俊咧終止呢個討論咧，其實係幫到大家。即係呢件事，事實上呢件事已經令到咧社會對立嘅，屯門嘅市民好慘嘅，好似以香港人為敵咁樣，以為屯門你唔犧牲咧就垃圾圍城啦。咁其實唔係淨係屯門要負責呢樣嘢噶嘛，唔係新界西要負責呢樣嘢噶嘛，就係呢個政府處理得唔好。嗱，我呢度無意再批評黃錦星局長點樣不濟、點樣差勁做得唔好，真係費事大家尷尬。但事實整件事搞到咁樣咧，令到屯門市嘅居民同埋全港居民對立又唔好，令到啲政黨亦都左右為難，即係唔知點處理好。對幫政府又唔係，唔幫政府又唔係。所以今次咧，我覺得咧終止討論咧，不失為一個咧明智嘅選擇。咁我亦都希望即係我獨立嘅，我又冇乜所謂，亦都唔係去新界西選舉。即係我覺得咧，應該咧大家係理智啲，顧全大局。咁希望政府咧聽到田北俊嘅忠告，即係喺個暑假間做好嘅，唔係田北俊啊，劉皇發啊，你唔好成日領晒功啊！聽到劉皇發主席嘅忠告，做好諮詢，再拎咗上嚟，我相信10月再嚟搞，應該咧就順利好多啊！咁我係支持田北俊嘅動議嘅。